我的故乡是一片平洋，无关山甲树林，干焦伫尾日庄的所在有一粒山轮仔。为着园林客运的桥仔头家仔南，搁行15分钟久，就看会到迄粒轮。阮竹围仔庄人称呼做大轮。这粒轮是伫竹围仔要起桥仔头的中途，规粒轮占无一甲地，悬度嘛差不多5米，3人悬的款。伫即块平洋算是较险恶的地标。做事人介欠米，有路用的土地定着毋甘放伊趴远。本地的田花，人会当当仔搁用走的，即马下甲连空手行路都惊会跋落去田底。田花相边的人，拢想要加犁一亩稻仔地出来。古早话讲，烧牛有春，烧抢无分。为田花仔的下看变迁都通知影。亲像即款个性的庄脚人，哪会放即粒轮仔伫遐用？这附近的田园算台湾出名的七村，一甲东拢10外挂，土质真肥。伫中央哪会有即粒沙一个轮仔？地质学上检采有较合理的解说。轮仔顶干焦拿豆甲干针，搁有寡润命的杂草。剩的都生袂出来。若毋是安尼，我相信经过这几千百年来，轮仔早就互做世人犁做平地起补田仔。讲是安尼，轮仔边还是有一块料仔较平的，互人摕去做种土豆的利用。做囡仔时代，我感觉轮仔真悬。逐年的清明，阮规家伙仔拢会去陪望。我有时仔会踮爬袂起日，师奶爱隔壁的阿姊也教我爱，拍伫骹只片骗查某囡仔特别的头鬃味，变做我逐年去陪望的意爱。阮的祖墓毋是伫大轮，是伫永南的另外一块冲仔埔，即块才是阮庄年的公有墓地。大轮是大家年长老教会信徒的祖墓，因的墓器做了较水，有较艺术的造型。无较输轮顶一座公园，比起来，阮庄非信徒的墓较阴，惊人惊人。阮阿太，我讲的是查某祖太，伊嫁过2个翁，头一个姓林。迄个时代是平埔汉化的尾期，查某夭是真快。阮阿太是真欠卡的查某，有传统平埔女性的硬正。姓林的过身未满记。就搁嫁阮查甫祖太，为着安尼，阮阿太过身，毋知要甲谁代做伙，煞变做2世冤家娘济的事端。尾啊，规气甲阿太待伫大轮，2个翁婿拢几百年孤单困伫阴湿的冲仔埔。阮陪望嘛煞着陪2个所在。我常在咧想，阮阿太嫁2个翁，到死煞无一个会当守伫身边。台湾话讲，济囝饿死爸，敢会使讲济翁孤缺地？孤缺拄好有2个意思，孤单一缺甲孤单拢会使。伫我趴远的囡仔时代，钱是上悬的价值，万项拢讲钱。掠鸟鼠倒尾溜起狗也有钱，捡册仔捡番钱换钱，歹东旧舍拢通换钱，换袂价高。我读2年仔的时，听讲有一种沙笔，伫遮寄名，一只喊讲有人收5角银。即种笔藏伫沙仔内，免用气驱，空手就掠会着。搁喊讲有同学一个布就掠10外只，卖要正10箍。迄时的工价，阮阿爸去甲人收草，一布才6箍尔。阮迄箍位仔干焦大轮有沙，迄个同学的确是去大轮掠的。迄天放学的时，田园仔甲青雄招我去大轮掠沙笔。田园因兜是长老教会路教的，青雄因兜伫隔年开一间汉药房。因是我国民学校的读册伴。青雄讲笔是汉药真补的物件，沙笔大概也是人买要去食补的。田园讲因的祖墓边捌看过有沙笔，阮若一人掠几只啊？就会当合细规铺的红仔册，地笑先封好，逐个阿甲看。
阮去柑仔店讨一个按算要底币的奥东讲啊，讲是讨，实在是趁头家无注意家己摕的。出发的时，马大人日头较长，4、5点仔日头真美。到水墙边，阮有惊有行，挑工爬过水墙帮。我本底就无啥胆，帮仔下下毋敢行，用白的愈爬愈惊。添员阁一直甲我喊讲跋落啊，我着惊真是跋落沟仔底。加在沟仔水真清，无垃圾的米，简单衫仔裤澹去尔。清常讲我惊掠无刷笔，先去掠水笔，毋知有掠着几只。添员煞讲我澹漉漉，就若像拄位水底问出来的水笔。行无10分钟，风咧吹，日头阁咧晒，衫仔裤随着打去啊，愈行煞愈感觉凉凉。清常讲要翻头转去水底浸一个，添员仔煞咧甲我讨功劳，讲若毋是伊吓我哪会有通遐凉。路边的稻仔拄咧望花，了后就等马大腹肚结规，有时会有竹鸡仔伫田里走跳，鹌鹑仔也会来生卵，裤带的声沉沉。阮本底有想要落去掠，清常讲要是趁日时去掠沙笔，莫互别项物生气。沙轮仔顶点指指，若豆子真成往来，前叉较重较大粒。添员因的祖墓真大门，顶头有一寡奇怪的豆菜芽仔字，无亲像阮庄年的墓写燕川西河迄款字。墓边真正有一片沙仔地，即时要烧烫烫，阮烫赤骹，哪七鸟仔哪行哪着，要哪有法度找沙笔。清常建议讲，先等一下，沙较冷才掠。官真仔内有几张路竹，阮取几十来做品仔，册牌仔内有写鉛笔的翻刀仔，用来画空拄好。添员因兜隔壁有基督徒兼正西乐队，专门送人出山用的，伊也都会晓歌音律，甲阮分出山的送死人歌。伫尾暗仔时的蒙仔埔分即款歌，算也有下时下所在。轮顶的沙地有几若位，阮起头是共位找沙笔，真久拢无看到甲一只。尾仔阮分开，一人一位，我真自然就经较熟悉的路草，行对阿太的墓框迄边去。天色转暗，红霞求甲剩一时仔，敢若天边予人鸟破皮，火水一摆仔囝尔，搁一时仔就拢暗啊。夜雾打落来，墓框一轮一轮，哪有哪无。添员检采掠无沙笔去盼，规气伫迄边分路竹品仔，共款是送出山的哀歌，类似要甲困几110年拢袂醒的死人叫起床。我介先有看到一只沙笔缩入去沙仔内，就对昏夜吹过去，看无啥有，用感觉去摸，哪爬哪摸。我爬到一门墓框边，就找无沙笔的昏夜。即时暗雾的墓框顶，敢若有人影出现，是一个老查某人，低头巾，步面软，手里有一支长长的竹粉吹。伊用温柔的声哨讲：“阿舍，沙笔秘伫插青的干那边。”伫阮遐有真侪墓是汉人甲平埔综合式的，有汉字的长号，墓边阁有互拜祖的人插青。亲像竹枝、正马、树蛙即款的干仔，我袂赴想，就去干仔的墓，真正认着一只沙笔。我常常想着，迄个查某人毋知是啥，哪会知影遐有沙笔，哪会知影我的小名阿舍。我是大孙，出世就互阿公当做金孙，叫我阿舍，就是公主、少爷的意思。即个名，简单阮兜的人安尼叫尔。清常甲添员拢无掠着沙笔，简单我掠一只。清常讲，遮一只卖无几角，生气咧，若因阁掠有，则做伙去卖。阮为着要赶转去食暗，就3人分2路，我家己赶迄个缀一只沙笔的弹弓仔转厝。迄暗，
阮伊也用扫西金仔甲我说，讲我放学无随倒厝，也无先讲一声。伊啊，是阮遐叫阿母的称呼，听讲是爸母语，我嘛毋知一个确实。伊啊，罚我饿一顿袂使食，到半暝，我困拢袂落眠，毋知是腹肚枵，也是互人拍哭了过头，明明啊哪困哪醒，拢会想着迄个猪头筋薄粉食槟榔的老查某。伊用红红的喙唇咧甲我笑，笑我食甲遐大汉，搁互阿姨拍。我变来变去，伊啊伸手来甲我摸头壳遐，才知我咧发烧，紧起来摕药包仔互我食。阿公嘛精神，毋敢我，嘛阮伊啊拍我，伊的金孙阿婶哪会使拍？阮阿姨互人骂甲哭，我煞真毋甘。我烧几若工拢袂退，阿爸去学校请假，叫赤骹先仔派药箱仔来注射嘛袂退。尾啊，请红姨、亏啊来甲我收惊，用我底米渐渐包咧布内，用香伫尖圆的布面，哪念哪皱哪回，了后布透开，看米面的图样解说。亏啊讲祖灵咧显，有话交代，问我有撞着啥物青婚人无？我甲伫大轮掠沙笔的代志讲出来，讲撞着老查某的代志。阿公讲，迄个是伊的阿嬷，也就是我的阿太。伊在洗咧换手头，是阮兜的头人。伊真兴薄粉薄槟榔。亏阿公安尼就对啊。阿太讲伊真孤单，在生过2个翁，死了后煞无一个甲伊困做伙。透过我即个大干仔干孙要讨翁，是毋是爱耍蒙扣骨？阮家庭会议讲要捡黄金翁仔，甲恁家迄边讲好，2个查甫祖太的骨头，甲阮查某祖太捡做伙，代代做一翁，化解2世几代的恩怨。阮阿太100年了后，也得到2个翁婿的谅解，伫黄金翁内唱双人枕头。我好去了后，搁去学校，清常甲添员工。迄天转去厝嘛，拢有食着笋仔炒肉丝，毋敢搁讲要去掠沙笔，嘛无爱甲我讲是谁咧收买沙笔。我迄只沙笔饲几工了后，伫一个有红家的马仔仔时，我专工掠去大轮放生。